来继续来看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，今仔日到立法院备询，外界正关心新台币的汇率升达是不是会对传统的产业造成冲击？杨金龙讲，经济部会协助厂商，中央银行嘛密切来关心着汇率的变化。目前预估新台币兑换着美金的汇率28块，一年内会是常态。另外，最近的房市不止也烧落，外界嘛关心中央银行是不是会出手来压制房价。杨总裁讲，即摆也毋是适当的时机。在上等的台湾投资客入场买厝，加上房屋贷款的利率是历史的低点，过来房地产交易量是愈来愈大，外界关心讲，央行敢会出手去打压？目前呢，我们还是在防疫的当中，那纾困振兴。那这些呢，都是还是持续在实施当中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认为现在是一个适当的一个时机。如果真的要打房啊，税比较有效，还是你的选择性管制比较有效？就新加坡跟香港所做的实证分析来看的话，确实是税比较有效。防疫期间未去打压房地产的交易，抑过央行会继续督促银行对受信风险的控管。外界嘛关心讲，台票升值造成传统的产业受到真大的影响。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对台币的升值有不同意见，请问王部长有请你喝咖啡吗？新台币汇率升值的一个问题，事实上呢，我们都有交换过意见。新台币的汇率1:28，未来可能是个新常态。对这样的预测，你没回应。这短期的话，也许它是对的。杨金龙嘛讲，新台票对美金的汇率28块，短期来看，一年内无得讲会变成新的常态。不过央行敢有要降利息，议员都要由理事会来决定，也密切关心市场变化，必要时对出手做调整。